Hello 姐姐，Hello， Hello Miss，姐姐叫咩名？我叫 Sylvia Anggarani，幾多歲啊？我而家23歲，結咗婚未？我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？我有一個女2歲，我有一個女2歲。係，OK，咁你幾個啊？我個3個150米，重咧？我個體重55公斤，信咩教啊？我信會教，識唔識得煮肉啊？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可以煮肉。好啊，你仲有冇爸爸媽媽？有，你爸爸媽媽仲健唔健康？健康，健康。你爸爸媽媽做啲乜嘢啊？做金店，跟店，好啊。係，OK，咁你之前有冇試過做嘢啊？有，我之前做嘢係1年2年，2021至2023，照顧 BB 啱啱出世，當埋一個仔10歲，有錢結 OK 啦，煮餸買餸洗衫凍衫同埋洗車，喺老闆屋企有6個人，弟弟先生2個仔，公公65歲，當婆婆60歲。健康，有隻貓。哦，有一隻貓。係。OK，咁你識炒貓係咪啊？係。哦，好啊，OK。姐姐你識唔識煮中國餸？我識。煮啲乜嘢餸？好似蒸魚、蒸水蛋、酒醉、就飯、番茄就飯。番茄炒蛋。係，番茄就蛋。跟住咧？煲湯、關湯同埋其他嘢。我同其他嘢，好 OK。姐姐，如果你照顧小朋友好曳嗰啲咧，你點算啊？我唔會打佢，我會氹佢，慢慢教佢。好啊 ，OK 咧。你點樣照顧小朋友？幫佢沖涼，幫佢換衫，俾佢食飯，陪佢玩，陪佢功課。哦，陪佢做功課。係。哦，OK，好啊。咁姐姐，你知唔知道喺香港好辛苦做嘢？你怕唔怕辛苦啊？唔怕。唔怕。係。OK。咁如果你嚟到香港做嘢，邊個照顧你個女？我媽咪同爸比。哦，你媽咪同爸爸好啊。係。OK。咁如果你掛住你個女咧，你點算啊？我會等放假先，我打電話屋企人。哦，你等放假先打電話屋企人。係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OK。唔會瞓人你係咪啊？OK。姐姐你諗住咧，唔好意思，你有冇紋金紋身啊？冇啊。冇啊。好啊，OK。咁你諗住喺香港想做幾耐啊10年。10年啊？係揾多啲錢係咪啊？驚唔驚搞啊？我唔驚搞。我唔驚搞。貓咧？我唔驚貓貓。係啊，食草貓。頭先你話食草貓。好啊，OK。OK，今次係咁多，姐姐唔該晒，拜拜。唔該晒，拜拜。